當港澳嘅冬日彌漫住都市嘅節日氣息，喺雲南一場截然不同嘅溫暖冬日之旅正等你開啟。呢度冇潮濕嘅冷風，只有明媚嘅高原陽光同21度嘅窮意暖冬。昆明呢座被稱為春城嘅城市，冬日均溫舒適。每年11月至次年3月，上萬隻紅嘴鷗從西伯利亞嚟此過冬，喺翠湖同滇池邊與你互動，構成一幅靈動嘅冬日畫卷。想體驗更熱烈嘅冬天，西雙版納冬季溫暖，熱帶雨林依然茂盛，俾你盡情享受夏天感嘅樂趣。而冬季嘅景邁山正係此雲海季，波瀾壯闊嘅雲海，漫過千年古茶林，堪稱視覺奇蹟。喺麗江，秋冬係邂逅日照金山嘅最佳時節；而喺地熱之鄉騰衝，你可以泡喺溫暖嘅天然溫泉入邊，驅散所有寒意，再漫步喺合順古鎮，享受安靜時光。推薦一條7天6晚嘅經典自由行路線，第1到2日抵達昆明，遊覽翠湖、滇池；第3到4日乘高鐵至麗江，觀賞玉龍雪山，體驗古城風情；第5到6日前往騰衝，享受溫泉，遊覽合順古鎮；第7日返回昆明，踏上歸途。從港澳出發可直飛昆明或者麗江，境內搭配高鐵或租車自駕，交通非常便利。呢個冬天暫時告別熟悉嘅都市風景，雲南感受山海之間嘅溫暖與治癒。